嘛，苏式园林搬进餐厅，离工地上上河近，你还得哪一家？晓得个，苏水实在金海话独一无二。今朝到南去上了。没好哇。针对经济学，风景海、地头林、海山经济。还要平台哇，阿是。全球的耳朵整个海，一开始当只老包里放的，分享上现场整个园林场。第一道看见了，该搭点菜拿钱的。3把狮子头68一位，搿个鱼大个。对。哎，你看侪是新鲜的。来得非常非常之肤浅，真海熟满，你气质海也等下头一种。等。那啷个里？你去拿呢？还搭个特色就是新鲜。购物节县辰光，海是吃惯，这个海是吃惯。新华的生意看起。生意实在好，位置也等，点菜也排队，手把菜个编配啊。包老松子。哦，这个猪耳朵猪肝灵，那南一点呢，猪肝呢，麦松猪肝。能啊？能个。能啊，我也来一块。那个青菜荷花仁是摘包菜，那个红山肉是我看每桌侪点，浓郁擦酱，味道侪精气着。您好，外婆，我们那边台上有很多都是您的粉丝，能不能邀请您和舅舅上去帮我们表演一段评弹？好，谢谢外婆，谢谢舅舅。乡里。碧水东风凉，水东风凉，夕阳西山。上日下，比理想那隐隐下季红娘。石红娘，我是门手来访，是一西木，后不下水进门。金有方，小调，今朝三菜70，河景30，侬开篇会唱着，整个11个。11个。